这老前辈们都没动筷子，你就先吃了。我跟他们说我让他们，咽了再说。我跟他们说了，让他们一起吃的，但他们非要等你下来才肯吃，可能怕你在菜里面下毒。吃饱了去你妈房间看看，我给她换了窗帘和床单，去看看你中不中意。俺呢，别演了，我知道他们今天来是要把我赶出乔家。不是乔家，是乔氏。哦，对，乔氏。那我总得在这里装装样子，反击一下的嘛，是吧？嫂子，既然金帆把话都说开了，我看呢，我们也就不必再遮遮掩掩的了。那我们就闭嘴！闭嘴！你也闭嘴！听我说，谁要是敢动我孙子，就是跟我乔玉若芬过不去。完了，散会。干嘛呀？我见他们扔东西，刚好我也有，就配合一下了。嫂子，最近有好多报纸和杂志啊，都在拿金帆还有乔氏大做文章。金帆他既然不喜欢做生意，那就不必勉强他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建议啊，给他找一个体面的理由，让他离开乔氏。金帆，你以后你愿意做什么都行，无论你开公司还是做买卖，随便你，只要和乔氏没关系。有需要帮助的话，我们都可以以个人的名义，这个出力协助啊！我看这才是双赢之策啊！要是我坚决不允许呢？就是为了一些风言风语，你们就要赶他走？你们说，这世界上哪里没有风言风语呀？20年前，冲我们乔家和乔氏的风言风语，更凶更猛。那当时都是冲着纪云的，纪云后来悬崖勒马了呀。那是因为纪云容易受你们控制，而金帆呢，不轻易受你们控制，所以你们容得下纪云，而容不下他。他不受你们控制，你们就要赶他走。现在，我也坚决反对你们，也不受你们控制，那是不是也要赶我走啊？嫂子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您的意思就是我们有私心了？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为了明智，我个人提出辞职。干嘛？你们真的不玩了？萧征叔啊，原来你儿子得了肾病，哇，洗肾要那么多钱呢。回詹叔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股票那些事情你不懂就别碰，1000万呢，你还把房子抵押了你，疯了吧你？啊？赵后叔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头晕。你自己看吧，赵后叔。秦帆，这就是你装出来的反击啊！居然这么给我抹黑呀！好啊，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我只能用我在乔家几十年的忠诚来表白了。各位，清者自清，啊，各位要走要留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哎，你们，嫂子，奶奶，这怎么会这样啊？老太太歇了10年的老年哮喘发作了，老太太不让说。妈，你怎么了？老太太的老年哮喘发作了。怎么会这样？
你走，你走！奶奶，金帆，你做了什么事情啊？把奶奶气成这样？你问他们3个啊？我们什么也没做呀，就是按照你去法国前跟你商量好的，让金帆离开公司。当时你也同意了呀。我现在不同意了。我现在不同意了，听到没有？徐氏那块地，既然还没有敲定，我就有信心搞到手。有了这块地皮的话，我就不信没有银行不肯贷款给乔氏资金。大家不要再理媒体的风言风语了。好。妈，一会儿上楼休息吧。啊，来。快快！进来。奶奶，奶奶真是演技超群呐！这招虽然很狗血，但很管用。我也有功劳啊！是。老太太去饭厅之前呐，吩咐我，奶奶一喘气，我就马上说奶奶歇了10年的老年哮喘又发作了。怎么样，一个字儿都没错吧？燕姐真是最佳女配角。过来。哎，其实啊，要骗过那帮老家伙不难，可金帆那么个鬼灵精，他能信吗？基本上不信。不过不信就是不孝，所以他必须信。对了，纪云怎么会突然调转枪头站到金帆一边了？在法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这个我也不大清楚。你不大清楚？啊。好，不说也罢。我知道你有分寸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反正他们两父子总算跨出了第一步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爷儿俩能好好合作，也不知道我得多少年才能安心呐。如果我们没遇见过，你是否还有另种生活？梦长出了翅膀，飞了多久？找到了另一颗心，才能安静的降落。原来海的尽头还有片天空，你始终牵着我的手。想停止漂泊，在遇见了你以后，就让我紧紧陪着你。金帆，去我书房，有事跟你谈。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说。你就那么不愿意进我妈的房间？别以为你刚才帮了我，我就会感激。你是怕我把你的丑事给捅出来吧？跟我同一班飞机，却那么晚回来，怎么？顺道回家去啊？我是先送他回去，因为我要跟他讲清楚，我以后都不能再见他了。但是给他的房子我不会收回，钱也会继续给。这些年来，他日子过得很苦，都是我害的。我得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是吧？既然你什么都知道的话，就应该体谅我。当年你奶奶赶她走的时候，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，
她一个女人在外面生孩子，把她养大，母女俩过得很苦。不比你，你在家里怎么说也是吃穿不愁。金帆，我答应你不再见他们，可你也答应我，不要去整他们，好不好？只要他们不惹事，我是不会去惹他们的。不会，他们绝对不会啊！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妈呢？我和你妈没有感情基础，这门亲事是商业联姻，是你爷爷逼我的。他逼你，你可以反抗啊！如果你不反抗，就麻烦你一心一意的对我妈。你对其他女人负责，却不肯对我妈负责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有没有主动的去看过她一次？那母女俩是不是舍用的灯，我早就看得清清楚楚。你对徐氏那块地皮那么有把握，就是因为你那个急于上位的女儿在搞鬼，故意支走自己的情敌，勾引那个姓莫的，然后把他和徐氏的地皮一起挖到乔氏来。等到论功行赏的时候，增加自己进乔氏的砝码。怎么说，她也是你妹妹，她在乔家要一点东西不过分吗？我警告你，她是你女儿，不是我妹妹。还有那个夏婉晴是无辜的，你们怎么可以为了生意去糟践别人的感情呢？生意场上从来都是兵不厌诈，没有人规定一定要用什么方法来达到目的。再说了，如果那个莫凌天最终放弃夏家千金，那证明他本来就不值得托付。倒是夏家该感谢我们，把莫凌天的人格暴露出来。荒谬！金帆，哇，饿成这样，没吃早饭啊？哇，干嘛？帮我洗澡啊？你离我远点儿！怎么了你？玩个性啊？那材料上怎么写的？我爸约见小报记者，是为了让他们高抬贵手，别再给乔氏抹黑。你又冤枉他，我没写清楚，还是你不认识字啊？喂，你根本不在的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管我怎么知道的？哎，别这样嘛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临场发挥，急中生智嘛。你看你那副德行，难怪给你奶奶气成那样。哎，你说我奶奶发病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她这个鬼灵精跟我一样，讲话都不可信的。我刚才去看你奶奶了，赵医生来过了，药也吃了，可她还在喘。你这种不孝的话，别让她知道啊！不行，我必须要找一个非常厉害的项目，帮她争口气。有什么想法啊？想法。没想法，我现在很不爽，没心情。你自己急中生智吧。那个来雪跟莫凌天有没有见面？没有。忽然之间就各自在家，足不出户了。难道真的断了？不知道。不过笨女人就真可怜，赔钱赔人赔情，都给了一头禽兽。痴情跟痴呆只差一个字，谁让他自己那么笨？我跟奶奶觉得呢，这次你有必要跟你爸爸合作一把。不可能，没有让步，让他去死。大哥，你每天演英雄气概，你不累啊？看
什么呢？那么八卦干嘛？吃你的饭吧。我吃不下了。妈，来喝茶。小雪，来坐下。你给妈妈看看哪张照片洗出来放在相框里好。这张怎么样？哎呀，不好，不好，头发都吹起来了。哎，妈，你看，爸只要跟你在一起，笑得多开心啊！当然开心了。那个时候啊，还没有见到他儿子，当然高兴了。那个乔金帆那么厉害啊！他要是不喜欢那个人，眼睛里啊就好像有把刀一样。当时啊，你没有看见，你爸爸被他骂得狗血喷头，也不敢反驳，还说让我们俩以后见面要小心。哎呀，你管他的呢，只要爸对你好就行了。要怪就怪我不是个儿子，奶奶就是看我们母女俩没有后盾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的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堂堂正正的进乔家，然后由来雪改姓氏，叫乔雪，而你呢，叫乔来凤仪。妈呢，只是希望你啊，好好的嫁个人，能幸福的过一生。妈可不希望你啊，卷进那些家庭争斗里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总之你听我安排就是了。好了，我出去了。你在跟谁谈恋爱？我还担心你这辈子嫁不出去呢。你放心，你女儿是凤凰，无宝不落，肯定给你个惊喜。明天，你猜猜看，5年后，我们的天空是什么样的？5年以后啊，那你希望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希望生活过得很安稳，有一份不错的收入，又有自己喜欢的工作，不需要看谁的脸色，还有呢，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你呢？都被你抢在前面说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啊？哎呀，你就不能补充一下啊？娶你。如果你离开我，当你再回头的时候，我不会再要你，因为这样的爱只能爱一次。明天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爱你。这几天，我想了很多。对不起，我没办法再次放弃你。明天，如果我愿意跟你从头来过，你愿意放弃婉晴吗？我知道，你放不下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事业和地位。可是，你在夏家开心吗？不管你怎么努力，夏正郎他都不会承认你是靠自己的才能才获得一切的。在他们的眼里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抬不起头的入门女婿。这就是你要的生活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你自己？我看到你这么痛苦，我怎么放手啊？我可以选择吗？如果一个男人连事业和地位都没有了，他有什么资格给心爱的女人幸福？那如果我给你事业和地位呢？
我原以为我从小就没有父亲，直到半年前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。我父亲就是乔氏集团董事长乔继云。明天，我求求你不要放弃我好吗？我从小就没有家庭的温暖，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我才能够感觉到幸福。回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做饭啊。是这样的，之前我们杂志采访过一家餐厅，那家餐厅的果汁肉排特别有名，我就跟大厨要了食谱，结果我没想到那里面要加鸡蛋的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吃鸡蛋，我就把它改掉了。没想到你开始学着做饭了。之前啊，公司的女同事一直跟我说，想要留住男人的心，就得先留住他们的胃。我还笑他们思想太保守呢。我倒不是天真的觉得我给你做一顿饭，你就会多爱我一些。但是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所以如果能给你做点好吃的，是不是就会让你心情好一点？谢谢你。你真的不用谢我。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够好，我爸妈对你也不好，所以我也一直在逃避。我一直想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结婚了，一切就都会好。林天，你知道吗？在法国我联系不上你的时候，我没有一刻心里是踏实的，所以回来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夏婉晴再也不要和莫林天分开了。我要和你建立一个家，就算什么都没有，也拥有我们彼此。婉晴，对不起。是我爸妈让你受委屈了，那就离开吧。我也会跟你一起走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相信你的才华，就算离开华朗，你也会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的。我只希望你能在你的天空下给我留一个位置。婉晴，其实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可是我自己也做得不完美啊。我妈经常说我不温柔、不体贴、不会撒娇，也不会哄人。总之，好像什么都做不好。明天，请你千万不要放弃我，好吗？从小到大，无论我做多少努力，我总觉得我是家里多余的人，所以一回到家，我就觉得格外孤独。直到让我遇见你，我才想要和你建立一个自己的家。和你在一起，就是幸福。
亲爱的，整天都没有你的短信，想你啊。林天，这2天你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是电话出问题了吗？我真禁不住胡思乱想，是你放弃我了吗？我终于因为想你而病倒了，我真傻，我真是太一厢情愿了。我想，我就是病死了，你连看也不会看我一眼。林天，已经1个星期没有听过你声音了，你能不能给我发个短信？就算是空的，我也会觉得温暖。你们来了，你爸呢？这2天特别的累，你们有话的话就长话短说，要都是废话就不必说了啊。不是取消婚约了吗？又来干什么？伯父，那是我一时冲动，对不起啊。请您过目。高智能屋苑项目，这是什么？是这样的，自从华朗买下徐夫人那块双联地之后，我一直在想，怎样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更强。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快，有能力的老百姓对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高智能屋苑这个项目不是一个冒风险的项目，首先它的成本比较低，一旦运作成功，收益却很高。其次，它契合了市场需求，在这个时机出现呢，不再会有观念接受障碍，所以我相信它是一个能给华朗带来巨大收益的一个项目。另外呢，徐夫人那边的进展也不错，就差她最后一个儿子点头，合同最终就能敲定了。好，徐夫人那块双联地签了合同之后呢，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，盖全城最大的商业购物中心和服务公寓。你这高智能项目就先搁着吧。伯父，我知道，您从来都没有完全的信任过我，在所有人面前，我只是一个攀龙附凤的穷小子。因为婉晴的关系，才得到伯父的提拔。我自己也曾经这么想过，但是现在，我知道我的想法是错误的，因为我发现自己从来都没有信任过自己。这样的话，怎么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呢？伯父，请您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成功。我也希望能够在所有人的面前证明，我靠我自己是可以做事的。伯母，我知道您不喜欢我，我也从来都没有讨过您欢心。我知道我错了，爱婉晴就应该同样爱她的家人，努力地融入到这个家。伯母，以后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，请您告诉我，我尽量去改。伯父，伯母，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个机会。请你们给林天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吧。哎，丈母娘，你怎么说？你都用丈母娘这3个字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你是一家之主啊，在家里我总得听你的意见。林天啊，刚才你未来的岳父跟你说的话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啊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无论在外面多风光，回到家里还得尊重自己的妻子，跟丈母娘。好了，既然这个情况，干脆也别订婚了，啊，直接结婚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
都说好了先订婚就先订婚，这事儿一件一件来啊！不行，先订婚再结婚啊！婉琴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嗯，都听你们的。好了，明天啊，等那个合约签订之后呢，徐夫人那双联地的合约，你就加把劲儿，赶快把它签下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伯父您放心。好。哼，那个莫凌天，能放弃我们夏家给他的一切？他能放弃进豪门的机会？他要真是一走了之，我倒佩服他了，对他倒是刮目相看了。我他写的那个高智能屋苑计划写得很好，华朗要是能把这个项目立起来，那还真得感谢婉晴的眼光了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喜欢，都心花怒放了，你还真能憋得住。你这双眼睛，什么事都瞒不住你啊！我看他今天那样啊，总感觉这小子没那么简单。然后我又在想，我们这样一直打压他的信心，打击他的自尊心，这样会不会有点过？到时候会适得其反。那有什么过的？我倒没这么认为。不过我觉得你直接让他们结婚，这不合适啊，让人家外人觉得我们女儿好像急得要死，好像嫁不出去了，这多不好。说归说，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这小子，我还得花点时间去观察观察，到底是块宝啊，还是根草？说。夏总，今天已经替您查过电脑程序。这2天，莫凌天查看过内部资料，是关于近5年来乔氏企业集团的走势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都听到了？听到了。哎呦，比老狐狸还精。所以说，这婚事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算数的。物归原主。不好意思啊，这张照片本来该交给你保管的，只是我太想留下来做个纪念了。我不会多想的，你也不要多想。本来是想给你一份订婚礼物的，结果却害你白跑一趟。是我自己没有当狗仔队的经验吗？哎，对了，婉晴，你在法国应该没有被乔霁云或者是凌天的母亲发现吧？没有，你放心。那遇到过其他人吗？没有啊，干嘛问这个？啊，没有，就随口问问。毕竟我让你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，有一点心虚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让我老公打听打听，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。不用了，来雪。啊？其实这几天我已经想清楚了，凌天之所以觉得他妈妈已经不在了，或许。
家的项目一起带过来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就是说你的小心思都是在笨女人身上。是又怎么样？是就是喽，不然怎么会跟人家亲嘴嘴呢？你看到了？大哥，您行行好，那么大一照片放手机上，我又不是瞎子，我能看不见吗？你自己设成手机屏保，不是为了昭告天下，还是为了保密啊？死鬼，发生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，说，还有什么更刺激的？我告诉你。好，我自己找。浪费。对了，婉晴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恭喜！人家出国登记结婚，你急什么呀？也是，这件事定下来了，就是不一样。看婉晴姐进来的气色，每天不知道有多美呢。哪有？哎，对了，你会不会辞职啊？这个我要听我未婚夫的。不许！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有什么事还要问你未婚夫？我告诉你，我不许你辞职。婉晴上次做的那期关于乔氏公子的专访，不知道让咱们杂志社销量翻了多少倍。为此，老板叫我去看看，是不是要根据这一期的专题调整一下我们杂志的整体风格。你要是不急着结婚的话，我怕我的位置就要被你取代了。这怎么说呢？万华姐，还不是因为你给我机会。哦，万华姐，那天早点来啊。恭喜你啊，婉晴。于公呢，我是要挽留你；于私呢，我还是要恭喜你。婉晴，你选礼服了吗？还没呢。过来过来，我给你选了好多呢。过来看，你们也一起过来看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她挑一件。啊，这件怎么样？哎，真不错，看这件，我也喜欢这件，我喜欢这件。哇，这件不错啊。都不干活了吗？当红小生孙耀峰与富豪女陈菲菲澳洲黄金海岸火热拥吻。喂，喂，你在干嘛？在想你啊，怎么了？想我了？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说。我下个月要订婚了。曾，如果我们没遇见过，你是否还有另种生活？梦长出了翅膀，飞了多久？找到了另一颗心，才能安静的降落。原来海的尽头还有片天空，你始终牵着我的手。想停止漂泊，在遇见了你以后，就让我紧紧陪着你一起感受。看天空，我为你挂满了云朵。相爱过，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。要相信，爱是一种生活。一路上，你和我还有好多的话想要对你说。看天空，我为你挂满了
爱过，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。要相信，爱是一种收获。